在我们的阅读测验题型里面，最后是填空选择。那填空选择，请考生必须要由文章里面去读完文章，然后文章里面会挖洞让大家填入相关的词汇。这个词汇呢，必须要符合文章的语境、语义，来让文章变得更完整。像我们提供的这一个范例，我们来看它的挖洞的地方以及提供的选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到，迄伫台湾春夏秋冬就有法好看，无论是错法、什么书法，来我们看第一个挖洞的地方，无论是错法、书法，这要填入什么呢？我们看选项一，压黑还是的意思；第二个选项，就黑就是的意思；第三个选项，那黑如果是；第四个选项，都黑都是。那我们看看，我们把这4个词带进去，我们会发现，无论是草花还是书花，无论是草花就是书花，你怎么样念，你就会发现只有选项一才符合我们的文章，也能让语义、语境可以连接。那我们看第二个选项，文章里面写到各式各样，总爱上的多个什么东西，发色就有。我们看第一个选项，样式是形式的意思；第二个选项，光景是风景的意思；第三个选项，法样是款式的意思；第四个选项，色目是颜色的意思。我们看文章里面他说，各式各样，总爱上的多个，应该是颜色。发色都有，所以我们答案选择是4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文章里面写到，莫讲全人都有嘅难法，什么书法就有当讲嘅好看，这是什么？要填入哪一个词汇呢？我们来看选项一，单枪是单单仅止而已的意思；第二个选项，比论是比如的意思；第三个选项，总共是总而言之的意思；第四个选项，孤说是所以的意思。你看，如果我们把第一个带进去，莫讲全人就有嘅难法，单枪书法都有当讲嘅好看，所以我们选项选一比较符合语义以及语境的连接。最后一个题目，我们来看到3日的苦练书开出什么知识的文友？我们来看选项一，一蕊是一朵的意思；第二个选项，一树是整树一棵树啊；第三个选项，几片是整个庭院；第四个选项，鬼神就是全身。那我们来看，把这些选项带进去，来念看看。3日的苦练书开出一书知识的文友，这样才符合我们的语境跟语义，所以我们的选项是2。